好，咁啊第三條啦，咁而家全部都係講緊海水嘅，咁啊我哋先睇 A 先啦，咁啊用海水保持魚獲鮮活，咁所以佢係資本物品，咁係啱嘅，因為其實咧佢係用於輔助生產啊，輔助漁夫去生產，令到佢嘅魚可以賣到出去，咁所以係一個資本物品嚟嘅。咁 keyword 就係輔助到生產啦。咁 B 咧唔啱嘅定義其實唔啱嘅原因其實同 C 都差唔多嘅，兩個都係定義錯嘅。咁先睇 B 啊，佢話因為提供俾公眾沖廁啊，所以係共用品。咁其實定義唔啱嘅。咁啊，其實係要講到例如消費上唔具競爭性咁樣，咁即係代表佢可能用完一樣嘢都唔會減少其他人用嘅可能性。咁但係呢個唔係個定義，所以唔啱啦。跟住 C 都係唔啱定義嘅。咁人們唔希望獲得更多先係免費物品，咁所以如果佢免費獲取咧，就唔一定係免費物品嘅。D 又係其實定義都係唔啱啦，唔係代表冇人即係劣等物品同埋正常物品咧係一定要關收入事嘅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例如話人們收入可能升嘅時候，咁對佢嘅需求下降，咁樣先係滿足劣等物品嘅定義。咁所以 D 都唔啱嘅。咁答案就係 A 啦。